係咁樣啊，這個是細暗字哈。咱平時推嘅字標呢，直話是經常就各種各樣嘅聲啊、哭啊，攏差唔多，大同小異。但是呢，這個細暗字啊，要為獨特之處，佢除了經常之所成哭之外呢，都蠻好識教。唔要可能詞嚟教喎，就是經常就嚟教。我是過嚟 TikTok 啊，無移動發現啊，我非常好奇，這個啊買拿到就是教完條酸地區啊，攏是非常之好嘅。細暗字這個呢，有好多人做作人，比較非常有特色，非常靚。但是兼職呢，主要是阿拉個推銷只教嘅。所以呢就冇做呢個參觀啊！我只在乎這個介紹西洋字嘅視頻，另也好嘅話主要測評都蠻隨推咧。之前呢就地產網以前擺咗個介紹，經常住只郊外位置呢就比較偏僻，所以呢唔注意啲位啊，時間推唔到啊，要從只地產網到手擺樓推白去啊。擺嚟講這個呢，只隻手擺啊，手擺有個背角喺外嘅毛塔，喺毛塔手擺呢，手擺有個圍檔，喺只角度經常都知咩哦。嗱。這邊就是啊，係咪咁大？攞一推，這個係香字，這個應該是學字。攞來了吧，我睇了吧，再夾落來。非常形象，非常逼真，隨便誇誇，其實推起來就感覺非常唯美，非常實用啊。我印象當中只有沙漠有這樣嘅成嘅後天，就是個成交咧，一隻隻教你唔知有咩同學冇咧。好，指定乜好嘅字，梗係字啊，是梗係到話，我實退唔落。這個做點經用隻教呢，平咁啱呢個制喎。